當一名女子懷住對愛情嘅美好憧憬，跨越半個地球，然後去會合嗰一個比自己大20歲以上嘅澳洲男子嘅時候，有邊一個諗到呢一名女子嘅最終結局，竟然係會喺垃圾桶裏面化為渣滓，而喺坑渠裏面發現到嘅10幾隻假牙，就揭開咗呢一段跨國婚姻背後令人毛骨悚然嘅可怕真相。而喺以下落嚟，我哋就將時間翻去到2011年，去睇一下呢一段跨國婚姻案件背後嘅來龍去脈。喺2011年嘅11月份，澳洲凱恩斯嘅警方接到一個報警電話，而報案嘅人就表示話自己一位華裔女性朋友，佢已經失聯咗1個幾星期。佢曾經多次試圖聯絡呢一位朋友，但係對方嘅電話始終無人接聽。放心不下嘅佢，仲親自前往去到對方嘅屋企去查看一下，但係就被朋友嘅丈夫向自己表示話，對方幾日之前已經收拾咗行李離開咗屋企。之後就再冇返過嚟。喺焦急之下，佢決定報警求助。而佢呢一位失蹤嘅朋友名叫做曹麗萍，佢嘅丈夫就名叫做安德烈斯。喺2006年嘅時候，曹麗萍通過網絡去同安德烈斯相識相戀，結婚之後兩個人定居喺澳洲昆士蘭嘅凱恩斯。除咗丈夫之外，曹麗萍喺呢一度並冇其他嘅親人。咁樣曹麗萍既然唔喺屋企，亦都冇去揾佢嘅朋友，咁究竟能夠去到邊一度呢？警方初步調查發現到，曹麗萍嘅最後活動記錄停留喺10月30號晚上9點鐘。當晚佢曾經用手提電話去上網19分鐘，此後就再冇任何嘅活動軌跡，所以警方據此推測，佢可能係當天深夜失蹤。由於失聯嘅時間已經超過24小時，已經具備咗立案嘅條件，警方迅速展開調查。佢哋立即前往去到曹麗萍嘅住所，而面對住警方嘅訪問，曹麗萍嘅丈夫安德烈斯表現得十分之鬆容。佢向警方表示話，喺30號當日，曹麗萍因為懷疑自己出軌，兩個人發生咗劇烈嘅爭吵。安德烈斯見到曹麗萍喺度收拾行李，似乎係準備離家出走。去到31號嘅上午，安德烈斯去咗醫院檢查身體，返到屋企之後就發現到妻子同佢嘅行李已經消失無蹤，而佢就認為今次只不過係曹麗萍又再上演嘅離家出走鬧劇，而之所以話係再一次，係因為今次已經係曹麗萍第3次離家出走。就係因為咁樣，安德烈斯並未覺得呢一件事態有乜嘢特別異常嘅地方，但係警方聽完之後就唔係咁樣去認為，因為隨住調查嘅深入，佢哋注意到一啲可疑嘅地方。喺安德烈斯嘅車房裏面彌漫住一股化學氣味，而喺住宅車道旁邊嘅草坯上面，亦都有大片明顯枯死嘅草坯，睇起上嚟就好似最近有重新鋪設草坯嘅跡象。同時警方亦都發現到喺一個花槽裏面有一啲白色脂肪狀嘅殘留物，另外覆蓋水渠上面嘅擋架亦都殘留住一啲白色嘅污跡。而安德烈斯為咗表明自己嘅清白，佢自掏腰包主動同警方共同召開咗一場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徵收關於妻子失蹤嘅線索。而喺發表會上面，佢就舉住曹麗萍嘅照片，向大眾表達尋找妻子嘅迫切心情。但係令到人感覺到奇怪嘅係，安德烈斯似乎表現得十分之輕鬆，佢不單止並冇尋找親人嗰一種焦慮感覺，甚至幾次露出咗詭異嘅微笑。而喺現場嘅時候，佢仲時不時同記者去講笑話，似乎完全冇因為妻子失蹤而感覺到任何嘅悲傷。而呢一種反常嘅行為就引起咗在場人員嘅注意，亦都令到警方進一步加深咗對佢嘅懷疑。喺警方嘅要求之下，醫生對安德烈斯身體進行咗檢查，發現到佢手腳有多處最近造成嘅新傷口。而安德烈斯就解釋表示話，傷口係由操作剪草機嘅時候唔小心所造成，但係醫生就認為呢一啲傷口嘅特徵就同佢解釋嘅並唔相符，因為佢手部嘅傷口深入皮層，係屬於類似由一啲工具插入而形成嘅傷痕，而且可能已經係發生喺2至3個星期之前，所以醫生分析就認為係由刀叉之類嘅尖銳物品所導致形成。不過由尖銳物品嘅次
傷，好難造成多處同類型嘅傷痕，所以呢一個絕非係簡單嘅意外割傷。而警方喺調查曹麗萍嘅銀行卡消費記錄嘅時候，佢哋仲發現到另一個關鍵嘅線索。喺11月2號嘅時候，曹麗萍嘅銀行卡曾經被人喺櫃員機上面使用過，而監視錄像就顯示到提款嘅人正正就係佢嘅丈夫安德烈斯。同時間，警方亦都對佢嘅購買消費記錄展開追查，佢哋發現到安德烈斯由10月31號至到11月2號喺短短3日之內，佢喺五金店總共購買咗60公升嘅化學鹽酸，所以警方亦都開始懷疑安德烈斯究竟係唔係用咗呢一啲化學鹽酸去清理咗案發現場呢？不過即使係清理現場，似乎亦都唔需要咁多嘅化學品。而綜合種種嘅跡象，一個令人不安嘅猜想逐漸浮現，就係安德烈斯會唔會係使用咗化學鹽酸去進行毀屍滅跡？當警方進一步搜尋線索嘅時候，社區嘅鄰居就提供咗一條至關重要嘅訊息。呢一位鄰居回憶表示話，喺10月30號嘅晚上，佢好清楚咁樣聽到安德烈斯同曹麗萍發生劇烈嘅爭吵，但係持續嘅時間就唔算係好耐。而隨住一聲嘅尖叫聲音之後，就迅速安靜落嚟，仿佛就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過一樣。只不過呢個鄰居對於呢一個家庭發生嘅劇烈爭吵已經係習以為常，所以喺當時就未有覺得太大嘅懷疑。但係喺1個星期之後，呢一名鄰居又親眼見到另一件奇怪嘅事情。佢睇到安德烈斯拉住一個大嘅垃圾桶，裏面似乎係裝住一啲十分沉重嘅物品。佢將桶裏面嘅物品倒入咗去門前嘅坑渠裏面。鄰居睇到裏面倒出嚟嘅係液體，喺過程當中，安德烈斯亦都用水沖洗咗垃圾桶。鄰居就注意到呢一啲液體呈現住白色嘅泡沫，而且裏面混雜住一啲固體嘅殘渣。出於好奇心，佢仲特登向坑渠下面望咗一眼。鄰居覺得呢一個狀況好唔正常，因為一般家庭唔會將垃圾直接倒入去坑渠裏面。警方聽到呢一條線索，令到佢哋嘅懷疑方向更加明確。隨後佢哋就喺安德烈斯屋企嘅周圍展開仔細嘅調查，並且有咗重大嘅發現。時間去到11月20號，法醫喺檢查安德烈斯住所嘅坑渠嘅時候，發現到有6隻陶瓷假牙，而喺幾日之後又喺排水渠裏面發現到另外4隻陶瓷假牙。經過進一步嘅鑑定，呢10隻假牙都係屬於曹麗萍，係當時曹麗萍翻到去中國嘅時候裝嵌嘅，而咁樣亦都成為咗證明佢身份嘅關鍵證據。不過警方並冇急住下結論，佢哋為咗驗證鹽酸對於遺體嘅作用，所以進行咗一個對比實驗。佢哋將60公升嘅化學鹽酸分別倒入2個大桶裏面，並且喺裏面放入咗同曹麗萍體重相當嘅豬肉。一個大桶就每一日去攪拌，而另一個就將佢維持喺靜止嘅狀態。經過咗1個星期之後，靜止狀態嘅大桶裏面仍然能夠睇到少量嘅組織殘留，而每日去攪拌嘅桶裏面就完全溶解，只係剩餘一堆黏性嘅液體。呢一項實驗結論到，同警方喺曹麗萍屋企門口嘅坑渠裏面發現嘅證據相互印證，包括化學鹽酸嘅殘留、人體組織嘅痕跡，以及屬於曹麗萍嘅10隻假牙。另外，警方亦都發現到安德烈斯正喺度轉移妻子嘅津貼補助，並且揾到家族信託文件等等重要嘅財務資料。而喺佢哋屋企睡房裏面，喺一個隱密嘅地方，亦都揾到屬於曹麗萍嘅手機。種種嘅跡象表明到，安德烈斯有可能係因為財務嘅問題，對佢嘅妻子痛下殺手，並且進行毀屍滅跡。去到11月20號嘅下午，警方就以涉嫌謀害曹麗萍嘅罪名，正式逮捕咗安德烈斯。而面對住確鑿嘅證據，佢冇辦法唔承認自己用化學鹽酸去處理咗妻子嘅遺體，但係佢只係堅稱妻子嘅離開只係一個意外，同自己並冇直接嘅關係。咁樣如果曹麗萍並唔係由安德烈斯所謀害，咁點解佢又要用咁殘忍嘅方式去處理妻子嘅遺體呢？佢哋兩個之間究竟仲隱藏住乜嘢不為人知嘅秘密呢？安德烈斯本來係一個德國人，佢喺25歲嘅時候同第一任妻子結婚，並且喺
1年之後生下咗一個兒子。39歲嘅時候，佢哋全家移民去到澳洲昆士蘭嘅凱恩斯。凱恩斯係一個著名嘅旅遊城市，特別係喺呢一度有一條長達3公里嘅海濱長廊，成為咗凱恩斯休閒文化嘅象徵。喺呢一度每日都會有好多人喺度散步、慢跑或者踩下單車，氣氛輕鬆宜人。而喺清晨嘅時候，呢一度係一個觀賞日出嘅好地方。傍晚嘅時分又經常會有戶外嘅樂隊去演出。而安德烈斯一家人就係喺呢一度幸福咁樣去生活住。但係時間去到2005年，妻子嘅離世打破咗呢一份平靜。從此之後，安德烈斯就同佢嘅兒子同埋外母嘅關係逐漸疏遠。孤獨嘅佢喺網絡上面認識咗曹麗萍，並且喺2006年嘅時候，安德烈斯特登前往去中國同佢見面。佢哋兩個人一見如故，感情迅速升溫。過咗冇耐，安德烈斯因為簽證到期嘅問題，所以迫於無奈要翻去到澳洲。而喺呢一個時候，正正就係兩個人處於濃情蜜意嘅時候。曹麗萍隨後辦理咗3個月嘅旅遊簽證，前往去到澳洲同安德烈斯去團聚。當時已經60幾歲嘅安德烈斯面對住愛情亦都有衝動嘅時候，佢為咗令到曹麗萍能夠答應同佢結婚，並且永久留喺澳洲裏面，安德烈斯立下遺囑，表示願意將所有嘅財產全部遺贈於佢。去到2006年11月26號，兩個人正式登記結婚，而曹麗萍亦都因此而留咗喺澳洲。不過兩個人結婚之前就出現過一段小插曲，而呢一段小插曲正正就喺安德烈斯心裏面埋下咗一顆不安嘅種子。喺結婚之前，安德烈斯曾經帶住曹麗萍去到悉尼，去拜訪一位認識咗25年嘅好朋友。當呢一位好朋友知道佢哋即將結婚之後，佢並唔睇好呢一段跨國婚姻。佢提到自己由一位中醫嗰一度聽到一啲消息，佢話有一啲東方嘅女性將嫁俾澳洲男人視為一門生意，因為咁樣唔單止能夠攞到綠卡，仲能夠喺離婚嘅時候分到男人嘅財產，甚至係有機會接自己嘅屋企人移居去到澳洲。雖然安德烈斯聽完之後，表面上對於好朋友嘅睇法毫無在意，但係其實心底裏面已經開始動搖，因為就喺結婚之後嘅第2日，安德烈斯就推翻咗先前嘅遺囑，並且同佢嘅新婚妻子簽署咗一份協議。喺協議裏面規定，如果婚姻維持唔到3年，佢嘅妻子將無法承繼任何嘅財產；如果婚姻能夠維持3至到10年，妻子就可以承繼5% 嘅資產，而超過10年嘅話就可以得到20% 嘅資產，如此類推。而曹麗萍就向安德烈斯提出，希望雙方都能夠保持一定嘅自由度，能夠去追求各自喜歡嘅事情。安德烈斯對於呢一個要求亦都表示理解，並且幫助妻子融合澳洲嘅生活。曹麗萍參加咗當地嘅英語課程，加入咗當地嘅華人社區，考咗駕駛執照，並且攞到永久嘅居住證明。而佢就憑住呢一個證件，再加上要照顧有腰部傷患嘅丈夫，曹麗萍就得到領取看護福利嘅津貼。呢一筆錢足以支付佢每一個月嘅生活開銷。去到2009年嘅8月份，安德烈斯喺凱恩斯購買咗一個房地產，作為佢哋兩個人嘅新婚居所。而呢一個房地產就登記喺安德烈斯嘅個人名下。而喺購買咗房地產之後，所剩餘嘅13萬澳幣積蓄，就以夫妻共同嘅名義去存入銀行賬戶去俾兩個人去使用。然而幸福嘅生活總係短暫，僅僅1年之後，一個人嘅出現徹底改變咗兩個人嘅關係，令到呢一段跨國婚姻帶嚟咗危機。喺2010年嘅時候，曹麗萍喺並冇提前告知丈夫嘅情況之下，擅自安排咗自己嘅兒子移居嚟澳洲。而安德烈斯直到呢一位兒子即將抵達之前嘅1日先至知道呢一件事。而喺呢1日之前，佢甚至係唔知道妻子同前夫有一個兒子。而令到安德烈斯更加震驚嘅係，曹麗萍竟然利用自己嘅經濟保障去幫助兒子申請澳洲綠卡。喺呢一個時候，佢諗起結婚之前朋友嘅警告，安德烈斯心底裏面頓時感覺到被妻子欺騙，於是夫妻之間就爆發咗劇烈嘅爭吵。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曹麗萍嘅兒子喺抵達澳洲嘅當日，佢哋兩母子就喺一位中國朋友嘅幫助之下搬離咗丈夫嘅住所。不過呢一次嘅搬離並未持續太耐嘅時間，喺幾個星期之後，佢又帶住兒子搬翻嚟呢一個居所。雖然一切都似乎係雨過天晴，但係呢一次事件令到安德烈斯對於曹麗萍嘅信任出現咗裂痕。佢開始對自己嘅
嘅妻子有所防備。時間去到2011年嘅年初，安德烈斯向從事法律教學工作嘅媳婦去諮詢問佢如何保護到自己嘅財產。喺2011年嘅3月16號，安德烈斯喺妻子毫不知情嘅情況之下，佢將房屋嘅所有權轉移去到一個新成立嘅家庭信託賬戶裏面。而根據信託文件嘅描述，受託人係安德烈斯嘅兒子同埋媳婦，而唯一嘅受益人就係安德烈斯嘅孫兒。文件裏面賦予安德烈斯喺呢一個房地產有終身居住嘅權利，並且規定如果房地產被出售，信託戶口將會為佢提供暫時替代嘅住所。而最重要嘅係喺文件當中完全係冇提及到曹麗萍嘅名字，而佢哋夫妻之間嘅關係仲喺度進一步惡化，爭吵已經成為咗兩個人嘅生活常態。時間去到2011年嘅10月份，安德烈斯同曹麗萍因為賬戶資金提取嘅問題發生爭執。喺爭吵嘅過程當中，安德烈斯脫口而出，表示佢哋兩個人嘅婚姻只係文件上面嘅關係，並非係真正嘅夫妻。兩個人話不投機，矛盾進一步升級。曹麗萍開始收拾行李準備離開，而為咗平息呢一件事件，安德烈斯提出俾5萬蚊澳幣曹麗萍，希望結束呢一段關係。但係曹麗萍聽到之後並唔同意，佢搬到去靠近車房嘅客房。只不過今次亦都係同之前一樣，只係過咗5-6日，兩個人又再次和好如初。曹麗萍亦都重新搬翻去到主人房裏面。不過去到10月28號嘅清晨，兩個人嘅矛盾又再度爆發，因為曹麗萍喺電腦上面發現到一封由其他女性發俾安德烈斯嘅曖昧郵件，而寄件人係一個名叫做戴安娜嘅女性。曹麗萍怒指丈夫出軌，但係安德烈斯就認為呢一個係無理嘅指控。佢哋兩個之間嘅爭吵亦都隨之加劇。我哋依家將時間翻去到幾個月之前，其實喺呢一段婚姻已經悄悄咁樣出現咗第三個人嘅影子。喺2011年嘅7月25號，曹麗萍因為同安德烈斯爭吵，好氣憤咁樣離開咗澳洲，翻去到中國，直到9月14號先至飛翻嚟澳洲。而就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面，曹麗萍喺中國接受咗牙醫嘅治療，安裝咗10幾隻陶瓷假牙。而安德烈斯喺澳洲呢一邊就趁住呢一個空檔期，佢喺海恩斯結識咗一個名叫做戴安娜嘅泰國女性。當時戴安娜係嚟澳洲度假，佢嘅妹妹嫁咗俾一位澳洲人，而哥哥亦都住喺海恩斯附近。8月8號，戴安娜去到海恩斯嘅賭場探望哥哥嘅時候，偶遇到安德烈斯，並且被對方邀請去到家中作客。就由嗰一個時間開始，兩個人嘅關係迅速升溫。而戴安娜亦都多次造訪安德烈斯嘅屋企，佢注意到佢嘅睡房裏面有女性嘅衣物，而安德烈斯就向佢解釋嗰一啲係佢已故第一任妻子嘅遺物，即係安德烈斯向佢隱瞞咗自己已婚嘅事實。但係其實戴安娜亦都隱瞞咗自己嘅真實狀況，佢亦都唔單止已經結婚，而且仲有一個兒子。而天真嘅安德烈斯當時仲被蒙在鼓裏，佢當時認為戴安娜係一個有愛心、溫暖又聰明嘅女性，因此好想娶佢為妻。喺曹麗萍翻去澳洲之前，戴安娜結束假期，並且翻去到泰國。隨後安德烈斯就一直同佢透過郵件繼續保持聯絡。喺郵件裏面，佢哋互相傾訴，曖昧嘅說話陸續不斷。安德烈斯亦都提到自己有一個小問題，正喺度試圖解決，而呢一個小問題正正就係佢嘅妻子曹麗萍。10月30號，曹麗萍就安德烈斯出軌嘅問題，兩個人再次發生劇烈嘅爭吵。佢要求丈夫將房地產嘅一半送俾自己作為未來嘅保障，但係安德烈斯就表示佢並冇房屋嘅擁有權。兩個人越講越憤怒，曹麗萍喺情緒激動之下整傷咗對方嘅手部同埋臉部，而為咗自保，安德烈斯推開曹麗萍。佢向警方解釋自己動作並唔算猛烈，只係希望同妻子保持距離。隨後佢就轉身走向廚房，打算清理自己嘅傷口。而就喺呢一個時候，佢聽到一個撞擊嘅聲音，回頭望過去，曹麗萍已經倒喺地上面，毫無動靜。佢試圖叫醒妻子，但係對方並冇
任何嘅反應。而當佢低頭觀察嘅時候，佢注意到廚房嘅地板上面有一啲沙律醬，而曹麗萍嘅腳上面亦都沾有呢一啲醬汁。佢估計妻子或者係因為咁樣而跌倒撞傷咗頭部。佢當時見到曹麗萍嘅耳朵正喺度流血，進一步檢查之後就發現對方連脈搏都失去。安德烈斯喺確認咗妻子冇咗呼吸之後，本來係攞起咗電話準備叫救護車，但係好快佢又將電話放低咗落嚟，因為佢估計根本就冇人會相信佢嘅證詞。佢好害怕自己成為咗被指控嘅對象，所以最終冇選擇去報警。安德烈斯用毛巾墊喺曹麗萍嘅頭部底下，然後又將佢移到去餐台旁邊，好令到佢能夠瞓得更加舒服一啲。然後佢就為自己嘅手部做咗簡單嘅包紮。當晚嘅安德烈斯冇辦法入睡，只係坐喺嗰一度思考。喺第二日嘅早晨，安德烈斯照常準時起身剃鬚，然後沖涼。隨後佢決定將妻子嘅遺體由家裏面轉移，於是佢就由車房裏面攞嚟一個黃色嘅垃圾桶，將妻子放喺裏面，然後就將垃圾桶移到去後院當中。由於安德烈斯曾經喺化學工業公司裏面任職，對於鹽酸嘅化學性質比較了解，佢亦都曾經喺報紙上面睇過用鹽酸去處理遺體嘅相關案例，所以佢就做出咗以下嘅一連串奇怪嘅行為。喺2011年嘅10月31號，當時68歲嘅安德烈斯走喺澳洲嘅昆士蘭州凱恩斯濱海大道上面，去到一間鋪頭裏面買咗20公升嘅化學鹽酸。而當日嘅天氣十分之和暖，空氣當中彌漫住濕熱。安德烈斯不慌不忙，途中仲喺一間小商店裏面停低咗落嚟，買咗一杯雪糕去解暑。返到去屋企之後已經係晚上嘅時間，佢將化學鹽酸嘅樽蓋擰開，將裏面嘅液體倒入去黃色嘅垃圾桶裏面。2日之後，佢就出現喺一個櫃員機前面，插入提款卡提取現金。但係當時嘅佢並唔知道原來自己攞錯咗曹麗萍嘅銀行提款卡，因為佢哋兩個人嘅銀行提款卡幾乎係一模一樣。攞完錢之後，佢又再一次去到五金行，而呢一次佢購買咗足足40公升嘅化學鹽酸，同樣係將佢拎到返屋企，然後就將佢全部倒入去黃色垃圾桶裏面。就係經過咁樣嘅作為，佢徹底解決咗曹麗萍呢一個小問題。警方正式將安德烈斯拘捕，而法庭亦都隨即審理案件。陪審團聽到安德烈斯嘅證詞之後，並唔相信佢所講關於妻子意外身亡嘅說法，因為喺曹麗萍去世之後，安德烈斯進行咗一系列近乎係冷血嘅行為，例如佢好淡定咁樣去購買化學鹽酸，中途甚至係買咗杯雪糕去解暑。另外佢亦都向所有人去訛稱妻子係離家出走，然後又曾經用曹麗萍嘅電話撥打俾朋友，之後又迅速掛斷電話，從而製造曹麗萍仍然生存嘅假象。而更加令人憤怒嘅係，安德烈斯提前寫咗一封信件，係申請將妻子嘅津貼輔助金轉入去自己控制嘅賬戶裏面，並且喺妻子去世之後偽造佢嘅簽名，然後就將信件寄到去相關嘅機構。當完成呢一系列嘅操作，安德烈斯喺曹麗萍去世嘅第2日之後，就再次向戴安娜發送咗一件郵件，裏面嘅內容係表示話：我依家有一個好消息話俾你聽，我嘅小問題終於解決咗，依家你可以隨時搬嚟我嘅屋企裏面。當然，最終等住安德烈斯嘅並唔係戴安娜呢一位泰國情人，而係公正法律嘅嚴厲制裁。時間去到2013年，陪審團裁定安德烈斯謀害罪名成立，被判處終身監禁，15年之內不得假釋。曾經聽過有人講異國情緣就好似一場賭博，而跨國婚姻更加係一場冒險嘅旅程。而曹麗萍好不幸就係成為咗呢一段旅程嘅犧牲者。今日曹麗萍嘅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大家聽完之後相唔相信安德烈斯嘅講法呢？大家又認為曹麗萍係唔係全心欺騙安德烈斯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俾個讚好，以及記得去訂閱我哋，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咁樣我哋出片你哋先至會收到最快嘅消息。同埋希望大家能夠喺留言裏面俾一句鼓勵嘅說話作為我哋嘅支持。我係頭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